我覺得一個優質嘅小區一定要係地段、配套、交通同埋商業，以及小區一個自身嘅品質要好 OK， 咁先至為一個好靚仔嘅一個小區。咁我哋今日嚟睇中山嘅一個標杆豪宅項目富日城臻園。咁發展商呢，就係我哋中山嘅老牌發展商富日實業打造嘅。咁好似富日城臻園、富日城臻園以及富日裝飾廣場，全部都係佢哋打造嘅，品質完全唔使擔心，係非常之安全嘅。咁地段呢，係位於我哋嘅長江路同宣文東路嘅一個交界處，亦都係我哋旗江新城嘅一個正門口嘅位置，亦都可以稱之為我哋中山嘅一個旺中帶靜嘅一個核心地段。咁我哋而家入到嚟一個示範單位係99平方嘅，入到嚟睇到個廚房嘅空間係非常之闊落嘅。咁99平方可以做到南北對流雙陽台，咁呢個戶型咧係非常之稀缺，亦都係好經典嘅。翻嚟休息區咧，動靜分區係好合理嘅，每一間房嘅採光同開間亦都係十分之靚仔啊！第二間房亦都可以設計成榻榻米，實用又慳位置。咁行翻嚟主人房個套間裝修係非常之溫馨大氣嘅，自帶咗獨立嘅衛生間，咁窗外嘅視野更加開闊，完全係冇遮擋啊！咁我哋而家入到嚟另外一個示範單位係124方嘅，咁呢個單位最大嘅亮點就係佢打造咗成橫廳，咁橫廳最好嘅好處就係成個客餐廳個空間係非常之大氣嘅，而且佢嘅採光面咧亦都係非常之大。咁124方咧亦都係做咗大3房，每一間房亦都係比頭先嘅一個99方要大好多嘅，而且空間同佈局咧亦都係非常之合理。咁主人房咧亦都做咗衣帽間，而且呢度仲有一個窗開咗，可以同衣櫃呢邊有一扇窗可以形成南北對流嘅。咁趁住5·1呢個假期，發展商係搞咗一個非常之大嘅優惠活動啊！咁得閒嘅話就過嚟轉一轉，夾一夾，揾小葉帶你實地睇樓。咁同小葉點一個關注，我係你身邊嘅房產葉小姐，我哋下一期見。